你要看我换衣服吗？换呗。穿哪一件？你衣服颜色不都差不多吗？需要挑那么久吗？我是在选今天哪一件更适合我。你要看我换衣服吗？换呗。说吧，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？是这样子的，之前 KM 的设计师呢和迪赛的设计师，他们两个之间呢有一些情感的小矛盾，就是前女友的事情啊。但是呢，据我所知，他们两个现在已经缓和了。我觉得呢，与其让他们两个直接合作，不如让他们两个联名开一个月为期的快闪店，这样话题度会更高。知道了。说这么多，到底想要什么？哎呀，我呢其实什么都不想要，只是我最近在做一个策划案，不知道老板能不能帮我指点一下。就这样？就这样。没问题。既然你没有别的要求，今晚就继续给我读书。知道了，老板，书马上准备好。Yes。我已经把顾小姐的设计方案加到里面了，他们觉得非常棒。我发现我和顾西西的契约婚姻有了些意外的收获。收获了爱情？什么？我是说顾西西的聪明才智，帮我解决了不少麻烦。我突然发现，现在你嘴巴中的顾小姐跟之前你嘴巴中的顾小姐差距很大，究竟是她变了呢，还是你变了，还是她在你眼中变了？有变化吗？以前你对所有人既严苛又毒舌，但唯独对顾小姐似乎非常的宽容。你不会喜欢上她了吧？喜欢上他这种爱惹麻烦体质的人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吧。我从小就很喜欢帆船模型，我要带着他们去上学，抱着他们睡觉。可是后来呢，妈觉得我玩物丧志，就都扔了。可是你现在已经长大了，你已经有能力保护你所喜欢的东西了。可是越喜欢就越容易失去，我不喜欢失去的感觉。